台南麻豆大天府大做石，普渡的祭品超过1万道，各用1000多片的乌鱼子做一尾龙，场面真壮观。麻豆大天府等12年举办做石活动，进前来安排普渡仪式，有庙方和信徒热情参与，现场超过1万道贡品，规模办甲像真个热烈。后壁你看遐，还有一只香菇的产词，迄叫做刘海细产词，伊嘛是一个灾神啊，灾神其中的一个。后面将经验上的，就是用乌鱼子来状态形容，甚至正千万的鱼翅山，现场成真侪游客和信徒来者翕相。这只量差不多1800片，100几万吧。风就较少，风是流鱼啊，风用120斤的流鱼。这边普渡结束，嘛代表规个做石圆满收煞。麻豆大天府后一遍做石大会，还阁等12年的时间，和民众拢真期待会当看到大型的贡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